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各位来甲大家讲笑开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会当过来食饭啊哦！煮遐济，当咱搁遐嫌慢煮，煮到这无滋无味，是要安怎食？喂，叫玉嫂哈，阮翁食饭无话去，恁赶紧派救护车来甲载去隔24天啦！看以后敢搁有人会嫌家己的某煮的饭菜无滋味。老师带阮去故宫参观。哦，这就是故宫三宝哦，翠玉白菜、肉形石、毛公鼎，这三项若加起来，就是咱平常时咧食的酸菜白肉锅啊。今年鬼门开，我看咱也是莫转去啦，要转去爱隔24天，要转啊爱搁隔24天，敢若剩2天尔，你摕到的金银，嘛要靠咱隔离期间的开销啊，咱明年才搁烧找啦。平常时啊，爱以水为师咧，以天地良心为师，以你的良心来做事。讲话出差错就较少，人在逆境中成长，体会上济，在历练中长大。恁有几分能力，天公伯就互恁几分能力去做事，所以唔通看轻恁家己。为人处事，自私的心态不可有，唔通互无良的心阻挡家己。爱多听、多想、多做，但是唔通伤到位。做人做事唔通伤匆忙，爱留一点仔后路。气唔好伤强，留一点仔精力，才袂伤显。如果以后才发挥，莫在强中强出头。为人处事爱以德报怨，无着枉费承受的恩德。既然承受了这，爱了愿的就这。讲在暗处德，莫在表面多虚名。守住家己的本分，加做检讨。影片到这结束了，恁若介这水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廖弟 Camber 每摆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爽！